台南举办2023年购物节，不只有100万油电车、有电动机车等大奖。3月17号陆续有这贵宾启动抽球机，抽出数字的组合，其中上大奖就是1公斤的黄金，价值225万。会中伫将近6000万组的抽奖号码当中，抽出幸运的得主，是来自台南市北区的郭姓。其中有媒体马上扣印，第一时间对方也认为是诈骗，马上挂电话。恭喜你抽到了我们首奖黄金1公斤，价值225万。你真的很不开心我们现场的人都很伤心。真的，你赶快叫你家里面的人赶快搜寻上网看我们的直播，真的。年度2024的台南购物节，我们也会再优化，推出更好的这个购物节，也推出更多的奖项，更棒的奖品，希望能够让我们好朋友，让我们市民朋友们以及所有来台南购物观光的朋友们都能够喜欢。台南购物节举办13天来，已经累积品牌知名度。今年伫台南400，包括台湾电话等系列活动的加持，已经突破80亿，除了超越过去的73亿外，成功带动人潮加消费力，也要互台南的热情美好，互全世界拢看到。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。